卡塔尔记者和作家费萨尔·扎萨姆·安塔赫尼对一些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支持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待遇表示强烈批评。近日，包括多数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的几十个国家发表联署信，支持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阿拉伯记者塔尼说，中国要求维吾尔穆斯林放弃伊斯兰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支持中国是不可接受的。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6.2%，创下27年来的新低。尽管北京当局努力支持经济，但在中美贸易谈判启动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会继续下滑。目前的情况远未触底。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战，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历史性下滑，增长率在第二季度宣布为6.2%，自1992年以来首次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增长了6.4%。中国统计局宣布，中国经济面临外部风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表示，他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维吾尔地区的大规模拘留深表关切。佩恩部长说，中国政府已经大规模拘留100多万维吾尔人，澳大利亚政府对此表示关注。佩恩说，我们一直在表达我们对新疆人权的深切关注，包括拘留设施的情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不会向外国人出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瑟姆·乔尔马特·托卡耶夫下令对所有农耕土地进行审计，并对土地地籍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托卡耶夫总统在政府扩大会议上说，到明年年底，一切都必须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换句话说，所有的信息都要数字化。总统还下令以规范和实际的方式，加强对土地有效利用的控制。欧盟据说已经批准了对土耳其的制裁。据德新社报道，欧盟因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大陆架的活动批准了对土耳其的制裁。根据消息，欧盟将限制对安卡拉的财政援助，并暂停有关航空运输协议的谈判。